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桃园的大园啊，昨下晡发生一件轿车弄机车的死亡车祸。肇事的驾驶是用测试过的方式来倒弯，弄到一个女骑士。落车看一眼了后，车驶就做移走。女骑士奉送病院急救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这警方追查这驾驶的行踪，发现伊驶车到宜兰苏澳一间无人的铁皮厝，找到人的时阵，伊已经自杀死亡。现场有留遗书甲药啊。互弄死的23岁女骑士，伊的爸爸伫1年前嘛是出车祸，是天鸿科技公司的副总甲弄死。如今这个23岁小姑娘啊，搁来出意外，家属真悲伤。这个乌托摆落街时，向路口一台白色轿车绕过双黄线，这个桥头的人动了袂赴，连人带车倒伫涂骹。驾驶虽然有落车落来看一下，不过随上车，车驶的做伊走。虽然边的过路人真热心要救人，不过嘛是救无完。方向灯太晚打了，让人家直行的人才知道说哦，有一台车要转弯。车祸发生伫昨下晡2点外，桃园市大园啊花园路口。现场还有死者物件甲车空，警方差不多3点时接到报案，赶紧去找逃走的驾驶，第一时间去兜，不过找无人。调监视器了后，发现讲伊驶车去到宜兰。警方赶紧约到暗时10点，伫苏澳镇苏南公路1号铁厝，发现这个驾驶已经自尽身亡，现场也有遗物甲药物，遗体需要送验。23岁姓杨的死者，读的是护理相关科系，这1年想要到有这款的卡项。2022年，新竹新埔发生车祸，天鸿科技副总的赛车超过双黄线，弄死一个桥倒的人。这个查某人经过了解，就是这摆被弄死姓杨的死者的老爸，爸囝2个人拢因为桥倒摆被弄死，前后只495天尔，家属真艰苦，希望讲会使早一天让死者安息，讨回公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